Hello，各位觀察員，大家知唔知道12星座運勢有一個新計法呢？原來普萊大師嘅計法呢係同坊間嘅計法係唔同嘅。咁今集呢，就由普萊大師用佢呢一個新嘅計法嚟同大家預測一下未來幾個月喺2026年下半年12星座嘅運勢到底係點啦。สวัสดีครับหมอปลาย不如傾下星座啦。我哋好似未傾過星座運程喎。咁我先講聲先啦。有啲人計星座會用14號或者21號嚟去分，但我哋都係照舊用1號去分。用1號嚟去分，用1號去分，大家就唔使煩。即係話自己睇返自己星座嘅時候，就用每個月頭一日去分，咁大家都可以容易分同清楚啲㗎。OK， 即係話邊個月出世都係由1號到30號或者31號就屬於某一個月嘅星座啦。冇錯，係啊，就係咁簡單，咁樣就唔會搞錯。由邊個月講起？一月咧係摩羯座嘅朋友，講下愛情方面咧，嚟緊會有一啲相當唔錯嘅好消息嘅。如果有人正打算想去外國揾另一半，或者係特登飛去另一個地方見面啊，想去維繫同發展一下異地戀嘅關係，整體嚟講都算係幾好㗎，發展會唔錯，都幾開心嘅，亦都好順利。OK， 但如果對方過嚟揾你，你要求約喺屋企以外嘅地方見面，唔好帶佢返自己屋企。即係返屋企會唔安全啊？出邊見安全啲。冇錯啊，咁樣會開心啲。不過講到工作方面咧，工作上會有出錯嘅問題，特別係文件同文字方面嘅問題。如果你要打字啦、校對或者係做緊一啲需要好細心嘅工作嘅朋友咧，呢方面會有幾多問題，所以要保持冷靜。做嘢嘅時候記住檢查清楚啲，唔好咁快一放工就趕住返屋企。出錯係應該有原因嘅，搞掂晒先至交俾上司啦。係啊。即係仲有健康方面都要注意，特別係大骨頭嗰啲地方要小心啲，例如手臂或者小腿前面嗰啲位置要小心撞親或者俾人撞到，留意正中間呢啲位要特別小心。至於運氣方面，摩羯座嘅朋友咧會因為水而帶嚟運氣咧，要水。係啊。要水啊，例如去一啲水邊嘅地方，例如去近河嘅廟宇啦，例如去近水嘅寺廟燒香拜神，或者住水底酒店，總之最好近水有水嘅地方，呢啲都可以幫你增運。明白。跟住落嚟咧，我講講水瓶座啦，即係喺2月份出世嘅。係啊，首先講下事業先嘅。嗱，如果你成日要出差或者成日要走嚟走去，唔好啦，要坐定定。因為健康方面真係要特別多加留意，主要係呼吸系統功能同埋成身周身骨痛呢類長期問題，呢兩樣嘢好大機會下半年會一齊出現。咁所以如果只係一啲生活瑣碎嘅事咧，可以利用下電話或者網上平台處理。建議下半年要更加小心啲，要好好保護下自己咯。至於整體運氣方面咧，水瓶座嘅朋友仔咧嚟緊會有機會因為屋企或者辦公室嘅植物咧而為你帶嚟一啲好運。你指係樹木嗰啲？木頭嗰啲，例如話木船咁樣。媽祖樹船。就係類似好多人會去求拜預測彩票號碼嘅古木，係咪？冇錯啦，係啊，呢啲木頭都會有號碼俾人，又或者係木做嘅屋啦。係啊。或者用木頭做嘅度假屋啦、木台之類都得嘅。包括埋有時去外景拍嘢嘅時候，會見到一啲出遊嘅木柱。好多人都會去求拜嘅。2月出世嘅人或者會喺有木相關嘅地方行好運。係啦，總之有木嘅元素就掂晒啦。OK 啊。跟住講下感情方面啦，如果之前有第三者問題或者大家唔明白對方嘅話，會好返。大家會正式去清楚解決問題，不過結果好視乎水瓶座出世嘅人情緒點樣。如果太激動，有機會搞到散，所以要學識妥協。係啦，好啦，跟住落嚟就講下雙魚座啦。到3月出世嘅朋友，冇錯，就係講緊雙魚座啦。講到健康方面咧，特別係眼睛視力，如果你有機會要做白內障手術或者做治療、做 LASIK 咩都好啦，建議你最好選擇喺8月、10月、11月去做。如果冇提到嘅月份，就盡量避一避啦。跟住根據你嘅命盤，建議你揾2位以上醫生檢查，唔好一去到一間就即刻做手術。即係話最好至少揾2位醫生去比較一下
了解清楚多啲先至決定。至於工作方面咧，講到工作，無論係談判定買賣，如果你同我哋國內嘅人做生意，或者同啲舊客、熟客重複合作，賺到嘅錢會多過同新客或者陌生人做生意。係啦，如果有啲人係做服務行業嘅話，可以打電話俾舊客戶，咁樣會安全啲，又賺到錢，唔錯㗎。咁至於運氣方面咧，雙魚座嘅朋友就要留意啦。你睇今年嘅運氣主要係嚟自一啲四腳動物。四腳動物即係咩啊？例如話好似屋企隻狗狗生日咁樣啦，要多啲接觸佢嘅。咁跟住就到4月嘅白羊座朋友啦。白羊座嘅朋友咧，首先最需要注意嘅就係個人健康問題啦，特別係白羊座嘅人咧，要多啲留意喉嚨痛同埋咳嗽嘅。總之成個頸部位置都要加倍小心咯。記得平時咧要多啲飲水，最好就飲多啲暖水，無論係殺下菌啊，同埋舒緩一下喉嚨都好，照顧下自己啦。記住要戒凍嘢咧，呢方面可能會搞到要打針去醫㗎啦。至於工作方面，工作上會有啲延誤嘅，可能因為交通延誤搞到返工遲大到，又或者落大雨搞到架車壞咗，跟住搞到要交嘅工作都遲埋，趕唔切交。總之會有延誤或者係拖延咗咧。係啊，記得要主動打個電話同你嘅上司或者相關負責人講返聲，交代清楚你可能會遲到大約幾耐左右。跟住落嚟咧，講下感情方面啦。白羊座嘅朋友仔，如果你哋正準備緊要拉埋天窗結婚，又或者計劃緊要搬埋一齊住咧，呢段時間都會覺得好開心、好甜蜜，成件事真係幾好，絕對可以放心去做。至於講到運氣方面咧，你會喺屋企門牌號碼沾到好運氣，住屋仔嘅就以門牌號碼為主，如果住緊公寓嘅就睇返房號啦。係啊。跟住到金牛座嘅朋友啦，5月出世嘅朋友，5月出世嘅金牛座，講到感情方面要小心嘅就係你可能冇充足嘅時間去陪你愛嘅人，搞到對方心情差，唔太 OK。可能你太專注自己嘅工作啦，或者覺得同同事傾偈比起同屋企人傾偈仲舒服，類似係咁啦。所以同金牛座拍拖嘅人要適應下先得，大家遷就下先至唔會出問題。至於事業方面呢，其實都幾好啦，如果有同政府或者大機構聯絡嘅話，可能要有人幫手，咁樣會順利㗎。如果有異性幫手咧，會更容易成功。呢個都同財運有關，不過錢可能會遲啲先到手啦，但係整體都算唔錯。至於健康方面咧，就會有啲壓力啦、失眠啊、辦公室綜合症啦之類咧，主要都係因為壓力大咧，咁身體真係可能會頂唔住咯。咁至於運氣方面咧，可以向大地女神祈求或者向梵天祈求都得。你可以揾下附近有冇相關嘅神壇，因為有好多地方都有。跟住講下雙子座6月出世嘅朋友。講到健康方面，舊病好似都唔會好返，之前有過嘅舊病又會復發，亦都可能有新病會出現呢。啲多數都係因為壓力大引起嘅，或者因為失眠或者瞓得太少，大部分呢都係因為瞓得唔夠。再加上自己身體免疫系統出現類似過敏嘅問題，唔搞好都幾麻煩㗎。而工作方面呢，工作量會多咗，記得小心時間管理啊，隨時做唔切，所有嘢分配唔好嘅話，有機會影響你嘅信譽同聲譽，所以要加把勁啦。而健康方面呢，主要係覺得疲累，要適時休息啦。至於感情方面呢，雙子座嘅朋友。我最近發覺有超過30萬人睇我哋嘅影片，仲未按訂閱掣㗎。而同時我亦都好多謝超過2萬人撳咗個訂閱掣，因為我哋嘅訂閱人數已經突破咗2萬啦。好多謝大家！如果大家喜歡我哋嘅影片，而家即刻幫手撳個訂閱掣，撳埋個叮叮，一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㗎啦。好啦，我哋繼續聽下普萊大師點樣講星座運勢。都幾好嘅，如果已經有伴侶就會幾穩定。不過我見到你會有啲花心啊，好有可能係返工嘅時候會遇到第2個人，傾下偈又傾埋一齊。呢方面真係要好好控制下自己啦。其實無論工作定感情都好，雙子座最近真係好多嘢會一齊發生，真係好忙。講到個人運氣方面呢，講到運氣就要
建議可以向 Prameswamy 祈求運氣，直接向 Prameswamy 求就得啦。咁至於7月出世嘅朋友咧，就係巨蟹座啦。首先講事業先啦。咁如果你從事類似多用電話聯絡咧，或者遙距工作嘅話咧，成績會唔錯㗎，有財運入都幾豐盛，所以可以實現去旅行嘅計劃，放鬆下去啲自己一直好想去嘅地方。但係要留意買呢樣買嗰樣，隨時使錢使到超咗支，所以都要自我控制好預算。跟住講下健康方面啦，要小心俾唔知咩嘢咬，好似昆蟲之類，又或者你住啲附近有花園，要小心俾蛇咬親。今次俾嘢咬咧，其他人可能冇事啦，但係巨蟹座嘅朋友咧，俾嘢咬完咧，好可能會比一般人嚴重少少啦。要快啲去睇醫生啦，去睇醫生。講翻感情咧，巨蟹座嘅人咧，有樣嘢想你哋特別留意嘅，就係過去嘅事最好就放低佢啦，唔好再糾纏啦。過去嘅嘢避免再講落去啦，要放低，再講就好大機會嘈交噶啦。試下原諒對方啦，重新開始啦。至於運氣方面，會有少少偏財運係同車有關嘅，好似車牌號碼啦，或者4個轆嘅車都係4個轆嘅車，係啊。好啦，跟住落嚟講下獅子座。獅子座係啊，8月出世嘅，關於去外地度假，係啊，去外地旅行嘅時候咧，要小心啲睇到原本睇唔到嘅嘢啦，或者咧你會覺得最近你啲第六感好似開咗，意思係你有機會見到鬼，見到呢樣見到嗰樣，仲覺得好容易感受到嗰啲嘢，記得唔好同佢哋打招呼當睇唔到。如果我哋感受到啲咩，就當冇事，睇唔到一樣就算啦。另外，如果發現有隻香水好好聞，可以試下房入邊用，仲可以帶聖物旁下身啦，呢啲都可以幫你防污㗎。係啊，講到健康其實冇咩大問題嘅，不過如果涉及做整容手術方面，要比其他人更加小心嘅嘢多啲啊。做嗰啲咧，將一個部位移植去另一個部位嘅整容手術咧，呢半年咧我都唔建議你做，因為有機會做咗會有問題，做完都唔好睇，建議等到下年啦，等到出年嗰陣時應該會好啲。至於感情方面，其實整體都算幾好，不過你自己唔係好識得點樣去分配時間。例如有人追你，準備好真心對你，但係你可能會懶得出門，係啊，懶得打扮咁樣樣。所以只要勤力啲，你嘅感情生活就會開心啲。好，至於運氣方面，獅子座嘅朋友可以向龍婆祈福，跟住咧就到處女座嘅朋友啦。好，處女座咧要特別留意意外事故啦。要小心意外，特別係2個轆嘅車，晏晝同傍晚時段要注意。仲有關於落雨嘅事，係啊，因為好易跣親，容易發生意外，可以避免就盡量避免啦。小心啲避開。其實都可以容易避免嘅，係啊係啊。OK，咁至於咧工作方面咧，如果有人諗住開新生意或者擴充分店，等一等先啦。等過咗8月之後先啦，唔好咁快行動住，仲要記得檢查清楚地點。有啲人決定得太快，之後文件會出問題。租屋定買賣都要謹慎啊。OK，跟住講下感情方面啦。感情方面，如果有人準備生小朋友咧，係啊，或者你可以去揾醫生詳細傾下，即係話咧自己生可能真係會有啲困難嘅，明白。或者去揾醫生幫下手可能會比較容易啲啊。至於講到關於運氣方面咧，神明就話係會由啲魚嗰度帶過嚟嘅。即係咩啊？例如我哋去放生魚咁樣啦，去放生魚嗰條路上面見唔見到有冇啲咩數字？定係可以用支香求問個數字啦。放生魚OK 啦。跟住到天秤座嘅朋友，師傅自身方面點咧？天秤座嘅朋友咧，第一樣要留意一定係健康。OK，特別係心臟功能同埋血管健康呢方面，真係要加倍小心同留意至得。OK，你個情況最嚴重，可能要做手術進行修補至得嘅，或者係有啲人做咗過量嘅運動，咁就要自己收斂啲，唔好做運動做到反而傷咗，引發氣喘得太勁。建議你去做個身體檢查，特別係關於心臟方面。係啊，跟住講下工作方面啦，工作可能會有交接，例如你本身有個唔錯嘅職位，可能會有人上緊嚟頂替咗你，又或者你可能會被調去做其他工作。係啊，喺呢方面你真係要鍛鍊內在咧，你要有勁強大嘅心理質素啦，仲要花多啲時間去了解下你身邊啲人究竟發生緊咩事，呢啲嘢你一定要提前做好晒心理準備先至得㗎。
咁如果有人想轉工咧，可唔可以轉啊？建議你穩陣啲做住而家份工先。要做住先。係啊，唔好咁快轉工住啦。至於感情方面，最近都幾平淡，都幾靜啦，冇特別刺激嘅事會發生，咁一切都好穩定啦，或者話依家呢段時間感覺都幾舒服咯。咁至於運氣方面咧，運氣咧係嚟自你屋企位地主神，係木造嘅神壇，無論係樹精定其他地主神都可以，記得係地主神去參拜都得。只要係木造嘅都得。跟住輪到講下天蠍座啦，即係11月出世嘅人喺呢度。首先我想同大家講下㗎，就係關於淋巴、甲狀腺同埋荷爾蒙方面相關嘅健康問題。甲狀腺同荷爾蒙咧要去 check 下，有啲人可能會有啲囊腫或者細細粒腫塊，如果腫起或者有腫脹，就要去睇醫生，唔好自己去亂估嘅。哇，師傅，你講到可能去測會發現囊腫或者啲咩？啱啱講到腫塊，師傅，我啱啱生咗一粒呢個好似脂肪瘤咁，啱啱想去切除，呢排切得未啊？呢排可以切嘅。我想問下，而家可以切啦，但係有冇話邊一個月份切會比較合適咧？師傅，如果唔急嘅話，就等9月啦。 9月明，急就7月都得。明白。啱啱諗起早排咧，我去咗檢查之後咧，發現有脂肪瘤，不過檢查過唔係惡性腫瘤或者其他嘢。多謝你師傅。跟住講下工作方面啦，工作方面可能要多做事少說話，或者有啲人本身已經唔多講嘢噶啦，所以建議大家更加要努力做多啲，專心做自己嘅工作，唔使理周圍嘅人，因為有機會講咗嘅說話會變成毒藥一樣嘅。點解啊？你無心講句嘢，其他人可能會聽成第二樣嘢，所以要小心啲。好，明白。講下感情方面啦，如果你想要有小朋友咧，順其自然咧就會成功。如果你想同屋企人一齊去外國旅行咧，都會有好順利嘅感覺，同屋企人關係好好，充滿咗家庭溫暖啦。至於咧仲未有對象嘅人咧，就要暫時繼續單身呀，可以去拜下四面佛，催旺下運勢。天蠍座就講完啦。講到最後一個星座，12月嘅朋友，人馬座啦，講下健康方面，首先要注意身體健康嘅問題啦。如果你仲未打疫苗，或者因為其他原因令到你嘅身體比一般人虛弱少少嘅話，我就建議你去打返針疫苗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可以增強免疫力嘅維他命咧，我都建議你補充下。至於工作方面嘅安排咧，如果你希望升職，事業上面你機會其實好大，而且咧工作上仲會有長輩特別關照同提攜你，整體算幾好運。至於感情方面，如果你兩個打算今年結婚就去馬啦，完全冇問題，因為你而家個對象同你真係好夾，好啱你。明白。講到運氣方面啦，建議你向濕婆神同埋象頭神祈福。濕婆同象頭神，睇到兩位神嘅庇佑，係咪啊？係啊。好，咁我哋繼續講啦。總括嚟講，2026年下半年點啊？全部人唔同星座嘅朋友，即係應該拜啲咩好咧？總括嚟講，對於泰國人嚟講，排咗第一位一定要去拜嘅，始終都仲係大地女神。係啊，拜大地女神要點黑色香，一支香咁樣擺就最好啊。跟住要祭品，要用紅色汽水同埋紅玫瑰花，要記得將個刺拔走晒。玫瑰花要幾多支啊？可以用1串花環或者9支玫瑰都得。好，明白。跟住落嚟，我哋就到拜虎爺啦。虎爺喺今年會保佑大家身體健康，同埋喺預防疾病方面提供幫助。記得要點17支香，17支咯。橙汁同萬壽菊花環。係啊。仲有另一位神明應該要拜嘅就係嗰尊羅延佛。咁羅延佛或者係黑天神。係啊。係主要掌管咧做水同埋房地產方面嘅事。係。要點16支黑色香，再加啲有香味嘅白色花，或者用萬壽菊都得。呢個可以用嚟許願，亦都可以保護我哋免受水帶嚟嘅災害。今集12星座運勢先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啦，下集我哋會有更加精彩嘅內容，下集見。